再来看台中的警方伫网络巡逻发现，讲有人伫网络底卖微型的庆炮，伫顶个月底查到有7个民众去买哦。这批商品鉴定嘛认为讲有杀伤力，所以这7个消费者嘛互依法上班咯。网络的店头家是到大个也未抓到。环局远警执行网络巡逻勤务，发现网络贩卖的微型枪炮，疑为改造枪械。 极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，衍生暴力犯罪情事，影响治安。经过搜证追查，确认具有杀伤力。保安局立即执行数枪专案扫荡勤务，共计查获7件7人，查扣微型枪炮7台，全部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 这看起来亲像古早炮仔的模型哦，其实是会当相当改造的庆炮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讲这批货是对中国进口，已经违法咯。台中的警方伫11月抓到7个消费者，虽然表示讲唔知影买这是违法的，也毋过警方嘛是甲因上班，相当时互判5档的有期徒刑，嘛已经要求网络的卖场禁止佮卖相关的产品，嘛请海关来加强查验。